呂布死得唔抵，陳壽話錯晒。《三國演義》話劉備一句話害死呂布，但正西《三國志》入面，陳壽一早用40個字寫死呂布，藏住3個必死鐵證，同演義完全唔同。我哋呢個頻道專門跟住陳壽嘅正史眼光拆解演義入面嘅密解。上集講到呂布偷佔徐州，今集就講八門樓最終結局。上集回顧禮部趁劉備出征偷佔徐州，劉備退守小沛，袁術自封中家皇帝，車淫舞蹈，陳壽直斥佢自取之也。今集嘅高潮位，八門樓最後一戰，呂布點樣被困下邳外母援兵內有半張，袁術點樣喝死江挺，劉備點樣一句話送呂布上絕路。呢3個鐵證演義全部冇講，只係陳壽喺《三國志》入面寫嘅正史細節。好多人睇演義，只識得將呂布、劉備、曹操分好壞，但寫《三國志》嘅陳壽唔會隨便褒運任何人，佢會將每個諸侯嘅長處、短處拋開講，憑實績斷定一個人最好嘅結局。今集講八門樓前最後一場大戰，呂布困守下邳，外母援兵，內有半張，袁術稱帝之後，眾叛親離，連一口墨水都飲唔到。劉備心存仁厚，卻睇透呂布本性。曹操呃天子大義令大軍東征，陳壽早留評語，點明呢3個人嘅命數。呂布空有猛虎之勇，卻無自細軟略，反覆無疑必遭滅絕。袁術車淫狂妄，妄圖稱帝，大妄完全係自取。劉備宏毅寬厚，有高祖氣度，只係權謀不及曹操。曹操明略蓋世，卻難免心懷猜忌。呢場圍城之戰唔單止係城池爭奪，更係4種亂世性格嘅終極對決。陳壽筆下早已寫死所有人嘅下場，當中藏住好多演義唔會細講嘅史實細節。閒話少講，今日跟住陳壽嘅眼光，拆解下邳八門樓生死劫，承接上集劇情。呂布趁劉備出征偷佔徐州，兩家互換地盤。劉備退守小沛淮南，袁術自封眾家皇帝，橫征布城，荒淫無道，陳壽袁術全直接評佢車淫放肆，不忠己自取之也。袁術佔江淮沃土，庫存無數糧草，後宮數百人拿來，士兵卻動輒交加，治下百姓怨聲載道。初時袁術佢口裏拉甩呂布結盟，打算革滅劉備，平分徐州。呂布一時添財應允，甚至將個女送出去同袁術兒子聯姻。後來曹操以漢獻帝名義下斬褒獎呂布，呂布見朝廷有賞，立馬反悔，半路追回女人，徹底同袁術翻臉。呢一段陳壽寫得好直白，印證佢對呂布輕狡反覆、唯利是視嘅斷語。呢員猛將做事從冇長遠信義，邊邊有好處就靠向邊邊，完全冇底線。袁術被呂布擺一道大路之下，跳兵攻打徐州，卻被呂布輕易擊退，自此兩人結下死仇。劉備駐守小沛，默默招兵買馬，短短數月聚起萬餘人。呂布眼見劉備勢力慢慢壯大，心中生忌，認定劉備遲早會報徐州被奪之仇，不顧陳宮苦苦勸阻，親自領兵圍攻小沛。劉備兵小成弱，抵擋唔住飛將軍猛攻，關羽、張飛拼死護主，最後只能棄城逃離，舉家投奔許昌曹操陳壽平。劉備宏毅寬厚，知人待事，各有高祖之風。呢次劉備明明係受害者，卻從未主動挑佢呂布。就算被搶地盤、攻破城池，都唔會用陰謀暗算，只係尋求朝廷主持公道，正正對應佢人厚底識。同時陳壽亦客觀講明，劉備機權幹略，不大偽武，論軍事謀略，卻實遠不及曹操。所以根基呢次被人搶走，地盤始終傲首曹操嘅劉備前來投靠，心裏被暗自盤算，佢手握天子，名義上代表漢室，呂布但據徐州，袁術漸越稱帝。兩人都係朝廷必須討伐嘅亂臣謀士，國家信譽同時勸曹操，呂布勇冠天下，若放任佢同袁術重修舊好，中原必成大患。如今二人已經反目，正好借機一舉倒平徐州。曹操即刻整頓大軍，親自帶兵，亂同劉備一同東征，直搗下邳。消息傳到下邳，呂布先派使者向袁術求救。袁術記恨當年聯姻被毀，揚言呂布若唔將女兒送過嚟，絕不發一兵一卒相助。呂布無奈，再次準備送女出城，卻被曹操軍隊沿路截擊，
始終無法同袁術重修舊好。外援之路鐵底斷絕，陳宮獻計分兵護衛羈角，盧布帶一隊騎兵出城，屯駐城外，自己留守城池，兩路互相呼應。曹操圍城則首尾難顧，但盧布妻子從中勸阻話陳宮心懷異心，若將城池交俾外人，自己一家會被絞辭。布本就冇遠見，心遠聽從婦人之言，拒絕陳宮計策，全軍困守下邳孤城，從此坐以待勢。呢一點正中陳壽對呂布冇英奇之略嘅評價，空有一身蓋世武藝，卻冇獨立判斷大局嘅眼光，身邊有良謀而不能採納，聽信閒言放棄唯一生路，匹夫之勇永遠成唔到大業。曹操大軍包圍下邳，督起長圍頓絕內外，又引泗水移水灌城，數月圍城，城中糧食日漸耗盡，士兵日日捱餓，魯布非但唔安納嘅，軍心反而動縱，因為小事鞭打麾下將士，上下離心。張陵口城宋鏈魏族本就對魯布滿腹怨氣，眼見城池遲早陷落，暗中商議叛變。一日後城找回失落戰馬，擺酒慶祝。魯布卻怒斥佢以犯禁酒令，重責鞭打。三人鐵底心寒，趁夜窮住陳宮高順，打開城門投降。曹操大軍一擁而入，下邳城鐵底失守，魯布退上白門樓，眼見身邊親兵全部散走，自知武力回天，走落城樓投降，被士兵攻到曹操面前。魯布見曹操愛惜猛將，主動勸說：明公所憂只係我魯布，今日我已經歸順，以後明公統步兵，我統騎兵，平定天下，易如反掌。曹操聽到呢番話，心理動搖，轉頭詢問身邊劉備意見。劉備淡淡一句：明公唔記得丁原、董卓下場。曹操瞬間醒悟，丁原、董卓都曾後代魯布，最後皆被佢殺害。幾個人心中只有利益，絕對無法啟服。隨即下令將魯布落殺，再揀手傳往許昌。魯布臨死前怒罵劉備大義最可信，但陳壽寫史從唔會同情佢，一句自古及今，未有若此不宜滅也，直接斷定佢覆亡係必然結果，唔存在冤枉。一說同場被擒嘅陳宮年少時就同曹操相交，後來因為理念不合背叛曹操，互助魯布。曹操念舊情，有意勸降，陳宮卻寧死不屈，直言自己為人不忠，今日被俘，唯有一死不肯苟活。曹操見佢心意已決，只能成全，妥善安置陳宮妻小。從呢處可見陳壽筆下曹操舊情任酸、不念舊惡嘅特質，對有用之人包容，對威脅自己之人絕不手軟，城府極深。遠在淮南嘅袁術，自從拒絕出兵救呂布之後，地盤接連被各方勢力侵吞，軍中斷糧，將士大量逃亡。袁術走投無路，打算將皇帝稱號讓俾兄長袁慎，親自帶殘兵前往河北投靠，途中被劉備攔截，兵馬全數驅散，逃至江亭，城下酷暑。袁術口渴，吩咐廚下取蜜饑，廚師回報只剩麥屑半的蜂蜜都冇袁術像嘅，但一聲袁術竟然落到呢個地步，伏藏吐血掃竇，當場氣絕身亡，一世豪門嫡子自封皇帝，最後落得如此騰涼下場。陳壽對佢嘅評語從唔留情面，佢佔盡江淮地利，袁氏四世三公名望，卻貪圖帝位虛名，奢淫無道，失信天下。所有災難呢，全部係自己一手造成，完全唔值得同情。戰事落幕，曹操收復徐州，將地盤納入自己管轄。劉備跟隨曹操返回許昌，表面接受朝廷封賞，心底暗藏屬於自己嘅英雄抱負。陳壽將三個人嘅結局寫得涼薄客觀。魯布空有萬夫不當之勇，冇信冇謀，恃武亂世，必遭渠滅。袁術像家世狂妄僭越，方正失民，榮華轉眼成空，自取滅亡。劉備雖以戰飲敗，地盤飲失，卻始終寬厚待人，百折不拉，有帝王之氣。曹操謀略蓋世，佢天子長大義，胸襟與猜忌並存，終成一方霸主。好多人睇故事只會同情落難者，但陳壽寫《三國志》從唔靠感情判斷人物，只憑行事斷定結局。呂布被殺唔係劉備一句說話害死，係佢數十年反覆無意積下嘅句。袁術餓死江亭唔係時運不濟，係佢妄圖稱帝苛待百姓嘅報應。劉備就算暫時寄人籬下，亦唔會永遠屈居人下，只因佢待人有信，永不低頭。亂世之中，勇武權勢、家世都唔係長久根基，信義遠見人厚先係撐起基業嘅根本。
呢個就係陳壽藏在白門樓之戰入面最核心嘅史觀。收尾懸念預告港式講古口吻，白門樓遭報袁術吐血身亡，中原兩大亂神相繼落幕，曹操勢力再擴張，看似天下即將平定。但陳壽筆下嘅大亂先至行到中途，曹操同劉備同住許昌，表面君臣和睦，暗地互相提防。後續一場青梅煮酒對話，兩人互相道破心中野心，一場驚天玄機即將揭開。想知曹操點樣試探劉備心底抱負，劉備又用咩絕妙計策掩飾自己雄心？記得點讚、訂閱、開埋小鈴。下一集跟住陳壽史觀拆解青梅煮酒論英雄。鍾意正史三國、陳壽客觀、平史強雄權謀股市嘅老友，評論區傾下你覺得當初曹操應唔應該揀個老布？